我就直接翻英文呢，直接较翻过来就对啊 ，brunch 哦，嘿，安尼就翻就好啊，较简单啦。无因为咱进前嘛无人伫讲早午餐呐，是我是感觉讲安尼较简单讲，啊，我差学英文啦，brunch，我的讲法叫做早到顿，早顿甲中到顿合作伙，就是早顿甲中到顿合作伙，对啊，就早午餐，所以叫做早到顿。台湾人唔是每一个人英语拢好，是，对，所以你可能会晓英语会听有，但是可能较济会。可能啊，啥道理在讲啥？我嘛是感觉早大顿，直接啦，早大顿，较直接啦，因为这款的名，伊对时大人来讲，安尼讲应该较听有啦。啊，得出来的咱来宾选的，早到顿有80.8派人选，哇，差出济哦。啊，这 brunch 干那啥19.2派人选的。